在台湾染到新冠肺炎的有超过340万人。台湾神经学学会就是表示讲，平均5个确诊者都有1个有病危。意思是统计讲，有一成患者复原了后，会有失神、无法度专心的现象。这里都是乌漆啊，应该乌漆。对。 双脚拢有车祸受伤流落来的乌青，受伤者2个月进前确诊新冠肺炎，路尾出现脑部的镜头，因为安尼骑车无法专心，弄到大卡车出车祸。就整个空白之后撞上去，就司机告诉我跟我说，我车子已经停好好的，你怎么会撞上我？路尾受伤者看医生，知影家己有脑部这个新冠病危。虽然即摆已经改善真济，不过要是3不5时会发生。医师表示，脑部的镜头治疗期可能需要6个月至9个月。病人可能会来抱怨他的理解力还有专注力，甚至工作效率变差了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又有连接他有新冠确诊过的事实。如果在大概1个月以后，甚至超过3个月以上的时间，我们就会说，也许你是一个长新冠造成的脑雾。台湾神经学学会22开记者会说明因治疗脑部的经验甲方法。医师表示，脑部镜头有时会互病患误会是食药了后的副作用，也可能误会是确诊了后心情无好就死甲擦。医师统计，大概有1成确诊康复者有疑似脑部的状况，目前会使透过药物配合日常食食来改善，或者是一些抗氧化剂。最近很多研究在证实褪黑激素有一些抗神经发炎的效果。这或者是 Q10 等等，这些都会有一些临床上帮助的价值。医师分析，治疗脑部甲治疗失智症有真侪相像的所在，包括培养运动习惯、充足的睡眠、参与社交活动等等，对治疗脑部拢有帮助。医师嘛讲，未来治疗脑部的方法会对新冠确诊人数慢慢增加。记者郭本长随台北报道。